大家好，我係黎柏如。每一個人心裏邊都渴望愛，所以大部分嘅人咧都好嚮往愛情嘅。咁愛情喺最初嘅時候咧，通常都係好甜蜜噶啦。但係殘酷嘅現實往往咧就會帶嚟痛苦嘅結局喎。例如你曾經愛過一個人，但係你發現呢一段關係咧帶嚟係更多嘅痛苦而唔係幸福喎。又或者你總係俾一啲人吸引你，但係相處落咧，你就發現佢哋總係有一啲共通嘅性格模式咧，係將你傷害嘅喎。你發覺每次感情關係都係咁樣咧，帶俾自己好大嘅痛苦啦。咁我自己喺處理感情關係方面咧，都有好多年嘅經驗啦。我就好想透過呢系列嘅視頻咧，係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心得啦，帶俾大家一啲嘅啟示，希望大家喺呢條路上邊咧係走少啲冤枉路嘅。其實喺感情世界當中咧，令人嘆息嘅係啊，好多人都會愛上咗一啲係令到自己受傷害嘅人嘅喎。點解會咁呢？原因就係呢啲傷害自己嘅人呢，原來係自己嘅潛意識邀請佢哋進入自己嘅生命當中，為自己帶嚟傷害嘅喎。嗱，人生呢就係咁荒謬噶啦。我哋除咗一個意識之外呢，我哋仲有一個潛意識嘅喎。潛意識係記錄咗我哋過去呢一生，甚至乎係過去多生多世所發生過大大小小嘅事情同埋壓抑嘅情緒嘅喎。我哋先唔講過去世先，淨係睇今世呢，我哋嘅原生家庭過去所發生嘅事呢，係對我哋帶嚟深遠嘅影響，係直接影響咗我哋一生嘅感情關係係咪幸福嘅喎。嗱，心理學嘅始祖弗洛伊德咧，透過大半生嘅研究，佢哋就發現人類有一種叫強迫性重複嘅現象，就係我哋嘅潛意識啊，係會控制我哋嘅行為咧，令到我哋重複去體驗翻最初，譬如話原生家庭嘅時候啊，我哋所受到過嘅傷害嘅喎。好多女士或者男士喺感情關係當中一再係遇上嗰啲傷害佢哋嘅人咧。原因就喺佢哋嘅原生家庭當中啊，都曾經啊係經歷過有關類似嘅傷害喎。嗱，佢哋嘅潛意識為咗再次體會翻細個嘅時候嘅傷害咧，佢哋就會選擇咗呢一類嘅人帶俾自己類似嘅傷害嘅喎。嗱，聽起上嚟咧，呢個邏輯真係非常之荒謬啊！但係我哋嘅潛意識就係咁樣運作噶啦。佢係要用咁嘅方式咧，係迫使我哋去面對過去我哋未完全療愈嘅傷害嘅喎。而呢一種運作咧，亦都係一種宇宙嘅法則嚟嘅。呢個宇宙咧係要迫使我哋去面對翻內在嘅真相。你必須要徹底處理好壓喺潛意識入邊嘅傷痛咧，你先至會遇上啱人嘅喎。幸福嘅感情咧，先至會出現喺你嘅生命當中。否則嘅話，不停咁去換男女朋友咧，你嘅感情生活啊，依然係重複翻過去痛苦嘅輪迴嘅啫。問題始終冇解決到，只會帶嚟一次又一次嘅傷害嘅啫。嗱，原生家庭就係每一個人成長嘅地方啊，呢笪地方應該就係充滿咗好多嘅愛啦、關心同埋支持嘅。但係殘酷嘅現實並唔係咁樣，原生家庭經常為我哋帶嚟各種各樣嘅傷害。其中最常見嘅咧就係母愛創傷啦。嗱，一位女兒喺成長過程咧，佢係會透過媽媽嘅愛咧去建立自我嘅認同嘅，同埋情感上嘅連結，去證明自己作為一位女性咧係有一種值得被愛嘅特質嘅。但係如果媽媽喺過去對待女兒有好多負面嘅態度，譬如話忽視、貶低、批評，甚至係虐待嘅話咧，女兒長大咗之後咧，佢就會覺得自己唔夠好，或者永遠都唔值得其他人嘅愛。佢哋入邊一直有把聲音話俾自己聽，如果自己係值得被愛嘅話，媽媽一早就唔會咁樣對待自己啦。呢兩女兒喺佢哋成長之後咧，呢把聲音就會喺佢哋潛意識入邊一直都揮之不去。而呢把聲音所伴隨住嘅咧，就係一種欠缺存在感嘅空虛同埋失落。喺佢哋長大咗之後咧，就有可能吸引咗一啲傷害佢哋嘅伴侶咧，令到佢哋重新體會呢一種熟悉嘅感覺。我哋試下再從深層嘅心理進行分析啊。女兒嘅呢一種強迫性重複咧，完全係一種合理嘅現象嚟嘅。首先，呢位女兒潛意識入邊覺得自己唔值得被愛嘅印象咧，就會禁止自己去吸引一啲高質素嘅男士，因為佢哋根本覺得自己唔值得。就算遇上一啲高質素嘅男士咧，佢哋都會表現得譬如話好退縮啦，或者唔夠自信去表現自己最好嘅一面。
甚至佢哋嘅潛意識咧係會做出一啲嘅行為，令到呢一類高質素嘅男士係冇辦法去接觸自己嘅。嗱，另一方面試想像一下，因為女兒喺成長過程好少感受嚟自媽媽嘅愛，媽媽從來都冇關心自己啦，同埋理解自己嘅感受啦，冇去主動為女兒付出愛啦，所以呢位女兒長年累月咧都唔能夠喺媽媽身上學到點樣去愛人。佢長大咗之後又點能夠去愛身邊嘅伴侶呢？佢學到嘅只係好似同佢媽媽一樣以自我為本，同伴侶相處嘅過程咧，大部分嘅時間都係以自己嘅角度去睇事情，就從來咧好少喺伴侶嘅角度去理解事情嘅，亦都冇去了解對方嘅感受啦，欠缺一種共情嘅能力啦。用心理治療嘅術語咧，就係叫做欠缺同理心啦。試問有邊一個人係中意同一個欠缺同理心嘅人相處呢？另外呢位女兒咧，內心一直充滿咗匱乏嘅感覺啦。於是乎長大咗之後啊，佢哋只會專注於佢哋人生當中冇嘅嘢。所以如果其他人對佢好嘅話咧，佢就會覺得理所當然，變咗咧佢哋只會喺其他人身上獲取愛啦，去填補內心嘅坑洞，就好似填芝士窿一樣，而唔會主動去付出愛。佢哋嘅母親喺成長過程咧，亦都冇喺佢哋前面做一個示範，表現一種感恩嘅態度，或者冇喺佢哋面前鼓勵佢哋表達感謝。所以當長大咗之後，其他人對佢好啊，幫助過佢嘅時候咧，亦都好少透過行為向其他人表達感謝。整體嚟講，呢一類嘅女士俾人嘅感覺咧，就係比較無情啦。咁如果從脈輪嘅角度嚟睇咧，佢哋嘅心輪啦，基本上係封閉咗嘅。而心輪咧係接人氣嘅，所以當心輪封閉咗嘅時候咧，我哋就唔識得去愛人噶啦，所以人際關係，尤其是伴侶關係咧，就一定會出現問題噶啦。而呢一類欠缺愛嘅媽媽咧，佢哋一般嘅婚姻都唔會好嘅。女兒喺細個嘅時候咧，會睇到媽媽可能經常抱怨爸爸啦，話佢冇用啦，或者賺唔夠足夠嘅錢啦。於是乎，女兒喺咁多年睇到媽媽咁樣嘅態度嘅時候咧，就會有樣學樣啦。佢哋長大咗之後，亦都會一樣去抱怨佢哋嘅伴侶啦，話佢冇用啦，話佢俾唔到足夠嘅愛佢哋啦，話佢賺唔到足夠嘅錢啦。於是乎，伴侶關係咧就會無形中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啦。而呢位女兒咧就係無意識咁樣係複製咗媽媽嘅命運。對於一段健康嘅關係嚟講咧，愛嘅施與受咧必須要得到一個平衡嘅。唯有一個識得去愛嘅人咧，佢哋先至能夠識得去經營一段伴侶關係嘅噃。咁呢一類童年欠缺母愛嘅女士啦，咁佢哋長大咗之後咧，除咗佢哋好難吸引到一啲高質素嘅男士之外咧，佢哋喺同佢嘅伴侶就算結咗婚之後都會面對大大小小現實嘅問題啦，所以最初嘅時候嗰種甜蜜嘅愛情咧，都已經係煙消雲散啦。夫妻之間一定會充滿咗好多嘅矛盾同埋衝突啦。一個以自我為本，唔識得喺對方考慮事情，唔識得體會對方嘅感受，唔識得諒解對方嘅人咧，喺相處嘅過程對方一定係會覺得好辛苦嘅。所以最初嗰種溫馨甜蜜嘅感覺咧，係經唔起現實嘅考驗。除非呢類女性咧係重新學習點樣去愛人咧，否則嘅話咧，無論佢哋點樣渴望擁有一段幸福快樂嘅感情咧，都係冇辦法做到嘅。更加嚴重嘅係咧，假如呢類女性過去經歷過感情創傷，但係佢哋冇去反省自己嘅問題，冇去睇清楚自己嘅問題喺邊一度嘅話咧，只係不停咁樣去責備傷害過佢哋嘅男性咧，咁樣佢哋只會繼續進行感情上嘅強迫性重複，帶嚟好多嘅傷害。佢哋會再次遇上傷害佢哋嘅男士咧，而且帶嚟嘅傷害咧，會比過去嘅感情關係帶嚟更大嘅傷害同埋痛苦嘅。因為宇宙睇到自己一直都未覺醒咧，所以咧就透過更大嘅痛苦啦，係迫使自己咧係去睇清睇咗自己要學習嘅課題。如果過去有好多段帶嚟傷害嘅感情關係，而佢亦都冇去睇清楚自己嘅問題嘅話咧，咁樣累積落嚟嘅負面情緒同埋糾纏嘅業力咧，就會非常之重啦。咁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要解開佢哋嘅感情糾結咧，就變得係非常之唔容易嘅咯。咁講到呢一度咧，我都需要補充一下嘅，感情關係咧，從來都係唔能夠由單方面承擔所有嘅問題嘅，必須要咧係由雙方承擔一定嘅責任嘅。你同對方相遇咧，絕對唔係巧合，你同對方之間一定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嘅。
宇宙先至會安排你哋喺埋一齊，透過大家嘅相處咧，係學習彼此成長嘅。你同佢相遇咧，可以咁講係命中注定會發生嘅事情噶啦。根據我過去咁多年嘅心理治療經驗話俾我知啦，如果自己喺原生家庭當中得唔到足夠嘅愛咧，又或者自己嘅父母嘅婚姻都唔好嘅話咧，自己長大咗之後就好大機會會遇上同你有類似原生家庭背景嘅伴侶嘅咯。相反啦，如果自己嘅原生家庭比較健康嘅話咧，長大咗之後亦都會好容易遇上原生家庭比較健康嘅另一半嘅。所以如果一段感情關係出咗問題嘅話咧，就並唔係只係女士需要反省同埋成長，而男士咧都需要睇清睇楚到底自己有啲乜嘢嘅問題，有啲咩地方自己係需要學習同埋成長嘅咧。所以感情關係喺本質上咧就係俾我哋修行嘅，令到我哋嘅心靈咧係變得更加之圓滿嘅。如果冇準備好喺感情關係當中修行自己、反省自己嘅問題同埋成長嘅話，呢個人只係享受感情關係帶嚟嗰種甜蜜美好嘅感覺啦，咁係冇用嘅。因為當自己嘅福報享用完之後咧，就會帶嚟痛苦噶啦。咁樣換另一段感情關係嘅話咧，同樣嘅痛苦咧又會重複出現，咁樣即係不停咁樣浪費自己嘅時間，重複呢一個痛苦嘅遊戲，實在係一啲意思都冇噶。好啦，咁今條視頻咧就講到呢度先，下一條咧我就會再喺感情關係當中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更深入嘅內容，希望能夠幫到大家。我哋下次再見。如果大家想持續咁收到 Raymond Sir 嘅節目分享，歡迎你喺 YouTube 上面按訂閱。當你按咗訂閱之後呢，亦都建議你喺隔籬嘅鈴鐘按一按，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我哋節目上載嘅通知信息噶啦。有關心理治療服務，包括網上視像、互動治療以及家庭系統排列工作坊，歡迎你瀏覽我哋嘅治療中心網頁 www.hkfcip.com。有關整合靈性心理學培訓學院嘅培訓內容、課程資料，亦都可以瀏覽 www.inspti.com， 或者關注我哋嘅微信官方賬號整合靈性心理學。同時亦都歡迎你直接用 WhatsApp 或者微信聯絡我哋85293100980。多謝你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